老潘今日要參加朋友個女嘅婚禮，間酒店離我呢度唔係好遠，所以順便過嚟睇下。老潘係嗰種好平凡嘅中老，唏噓嘅頭髮，搽到拎笠笠，頂住個肚腩。平時着住一啲同老婆去廟街討價還價返嚟嘅 T 恤同埋休閒褲，皮鞋擦到拎笠笠，有一兩套名牌西裝沖撐下場面。戴住茶色眼鏡，講說話招招積積，好似嗰啲發咗小財嘅生意佬咁，亦都可以話佢係市府機關裏面嘅一個小科長。其實老潘一啲都唔簡單，佢係中國地質大學第二批定唔知第三批嘅畢業大學生，主修考古。嗰個年代嘅大學生係真正嘅天之驕子，個個都身懷絕技。老潘更加係其中嘅表表者。如果呢個專業佢一路做落去，我哋今日一定會喺電視度見到佢打撈南海1號。可惜老潘冇頂住90年代下海大潮嘅誘惑，佢本身以為自己憑住一身本事可以好似隻蟹咁打橫行。喺佢蝕咗幾次錢之後，佢就變到縮頭龜咁縮手縮腳。佢賠錢呢件事，我覺得佢完全係自己攞嚟。佢拋棄咗自己嘅專業，同啲福建佬去賣手錶。喺2000年嗰陣，佢先做返老本行，開始搞下收藏，幫人鑑定下古董。月入就唔係太穩定嘅，但勉強都算係小康之家啦。佢做我副經理，淨係攞個名嘅咋，冇拎人工㗎，淨係喺鑑定品度拎2%做佣金。老潘遞咗支煙俾我，我將把刀擺咗喺茶几，然後空埋去點火。都未等我開話題，老潘隻眼就已經夾住把刀啦。話晒都係戰國時期嘅古刀，對一個有住深厚考古功力嘅人，自然係吸引啦。佢隨手拎起把刀，摸咗眼鏡，個人就好似轉咗入把刀度咁。我嗱嗱聲搶返把刀，放返入個袋度，同佢講：生果刀啫嘛，有咩咁好睇啫？老潘用2隻手指指住我個鼻：你拎嚟俾我。我將經柯把刀拎出嚟，拋咗2拋，講笑咁同佢講：你唔會以為係古董啩？睇嚟老潘最終都係俾我迷惑到。佢抹一抹額頭啲汗，自嘲咁話：可能真係我神經過敏啦。你又點可能會有戰國時期嘅嘢呢？雖然個樣同質地都好似，不過一啲氧化都冇。睇嚟我真係睇漏眼。我一路玩住把刀，一路扮晒唔在意咁問：如果我真係有把戰國時期嘅古刀，賣到幾多錢啊？老潘扶一扶眼鏡，同我講：如果戰國時期嘅嘢經你手賣出去，唔理賣俾邊個，你都犯咗法。如果出咗境，恐怕我呢一世都唔會再見到你。國家規定1795年以前嘅古物嚴禁出境，你咪計下戰國嚟1795年係幾多年咯。我哋講嚟玩下啫嘛，你咪報個價咯。我咁同你講啦，英國佳士得拍賣會上面一個明朝嘅花樽可以賣到15萬英鎊，當然入面幕後嘅操作我哋唔講啦。喺香港，一把乾隆御製佩刀可以賣到4000萬港紙。乾隆本人有冇見過把刀，我哋唔好講啦。一把拿破崙用過嘅鍍金佩劍，折合人民幣係5000多萬。咁如果嗰把係荊軻用嚟殺秦始皇嘅匕首呢？老潘望咗我一眼，企起身話：我唔同你吹啦，我要行啦。老潘走咗之後，我望住荊軻把刀發吽哣。個腦就係諗到一樣嘢，如果將把刀賣咗換成錢，啲錢都唔知可以將我掟死幾多次。咁其實我都唔係傻嘅，一早就諗到荊軻身上面就算係一條頭髮啊，都可以算係文物。如果攞嚟賺錢，實有風險啦。老潘嘅一番說話徹底打消咗我呢個念頭。先唔好講犯唔犯法，如果真係流出去國外，唔使等1000年啊，我就直接做千古罪人啦。作為第好幾號當鋪嘅總經理，瞞天過海，趁人之危，下啲黑心錢係可以嘅。話晒細細個學校都有包過電影《圓明園》嚟睇，起碼嘅公民意識我哋都仲係有嘅。
包子平時淨係得20分鐘食飯休息嘅時間，平時都係我閂埋門，同佢喺街度隨便食啲。今日我叫佢喺鋪頭拎咗一斤包返嚟。包子嗱嗱聲趕返嚟嗰陣，秦始皇正係津津有味咁睇緊流星花園。包子同佢打咗聲招呼，然後就嗱嗱聲揾張凳坐低睇。佢食完飯睇陣電視就要返去啦。電視入面道明寺、花澤類同杉菜正做到如火如荼。包子企起身同秦始皇講：肥仔，晏晝我返嚟，你話俾我聽做到邊啊？我最汗顏都唔係呢樣嘢，而係秦始皇竟然用地道嘅台灣腔話：好啦，你好囉嗦嘅。我將一路研究緊玻璃嘅荊軻帶咗去我間房度食包。目前呢兩個人都冇為我造成太大嘅尷尬。荊軻份人就傻傻地，對於好奇嘅嘢，佢都會厚住面皮咁開口問。我諗我呢間屋嘅嘢都足以令佢研究半年以上。秦始皇就帶住一種狂夫嘅心態嚟享受生活，對一切新鮮嘅嘢保持住欣賞同難得糊塗嘅態度。我而家最驚嘅就係嬴政同荊軻突然間有一日明白咗起身，知道自己俾炎黃水咗，會唔會攞我嚟出氣？尤其是係秦始皇知道我暗地裏叫佢死肥仔之後，我將佢哋換落嚟嘅衫擺咗喺櫃桶嘅最底。1年之後，我要佢哋一件不漏咁樣帶走。坦白講，唔敢拎佢哋啲衫去賣，其實都係驚惹禍上身啫。據我所知，喺國際上賣古董嘅黑勢力唔會少得過賣毒品同賣軍火。假如我真係賣咗把戰國刀出去，好難唔俾厲鬼纏身。如果淨係靠我手上面嗰嚿磚，睇嚟我都係凶多吉少。當然啦，我仲要好假好假咁話，我真係唔願意中國個寶貝流失去境外，而且我只係建議大家記住呢一點就夠啦。荊軻嗰把刀俾我洗乾淨之後，放咗喺工具箱。所謂最危險嘅地方就最安全。包子呢個禮拜返早，即係朝早10點鐘返工，晏晝4點鐘收工。其實要差唔多5點先走得。如果係夜班就係返4點，夜晚11點先放工。返夜班嗰陣，包子從來都冇要求我去接佢，又唔係因為佢個樣生得安全喎。包子嘅屋企係鐵工校宿舍，佢自細就同鐵路上嘅細路打打殺殺，都屬於江湖兒女。佢讀中一嗰陣就試過對住個靚仔老師吹口哨。黑仔嘅係佢唔知道嗰個靚仔老師原來係佢嘅英文老師。好彩嘅係靚仔老師冇聽到，黑仔嘅係佢哋班主任嗰個阿嬸聽到。包子讀咗幾年書就學識咗2句詩：梅花香自若行來，任憑風吹雨打去。所以佢對住我啲豬朋狗友全部都照單全收。今日佢拎住一大袋餸。佢洗咗條青瓜，搣咗一半俾秦始皇，自己咬住另一半。最終點啊？花澤類有冇將杉菜點啊？秦始皇睇咗一個晏晝電視就已經明白電話同汽車嘅用途。後尾我仲話俾佢知電視劇係點樣嘅一回事。佢好驚奇，點解明知係假嘅都仲要睇呢？我只能夠同佢講，同佢睇靚女跳舞解悶係一樣。荊軻已經揾到佢嘅最愛，一嚿爛鬼收音機。嗰個傻仔一路以為入面嗰把聲係有人俾人困住咗，佢成個晏晝都是同入面嘅人交流。身邊有咁樣嘅2條茂利，我覺得有必要同包子打一打預防針。我拉佢埋水池邊，扮晒同佢洗菜，同佢講呢兩兄弟嘅反應唔係好跟得上。我仲好委婉咁同佢講，佢同我哋唔係同一個時代㗎。包子話嗰個大嘅都唔大得你幾多啫，個肥仔最多咪40歲。我拗一拗頭話啲搞搖滾嘅一路冇乜 fans，刺激到 short 咗啫。我咁樣講一講，包子就即刻明白啦。我暫時冇同佢講呢2個人要喺度住1年。煮好飯之後，包子就問秦始皇：肥仔哥你貴姓啊？喺我解釋咗咩叫貴姓之後，秦始皇就好爽朗咁話：我叫嬴政啦。包子就望一望荊軻，佢靈機一動，就搶先咁同佢講：我叫荊軻。包子呆咗一呆，然後就咔咔聲咁笑：哇，真係好有創意啊！
你哋隊樂隊叫咩名啊？我即刻滴晒汗，嗱嗱聲同佢哋答，佢哋隊樂隊叫秦朝。